大家好啊，馬啊跑完啦，講下其他啲嘢啊，講下啲事。咁啊，聽到新聞啊，有一件事令到大家都好唔開心嘅。咁啊，事發係有一位揸電車嘅司機咧，喺24年嗰陣時咧，就好不幸唔小心咁啊駕駛架電車就撞到一位小朋友，令到佢身故咗。咁啊，其實件事係咁嘅。嗰位小朋友就跟住佢一位外公咧，佢位外公係衝紅燈，帶住嗰幾位小朋友，咁好不幸啊，俾架電車撞到咧，就捲咗入車底。咁事發咧就令到呢個小朋友咧就好不幸咁身故咗啦。咁如是者咧就法庭咧就最後一日判咗呢位電車嘅司機咧就不小心駕駛罪成咧，就入獄4個星期。咁呢位電車司機咧就上訴，因為咧有專家咧就認為咧呢一件事咧係因為佢位小朋友嘅外公咧就係衝紅燈先嘅，而嗰位電車司機咧佢係冇違反到嗰啲任何啲交通規則嘅。喺個電車只係行到16公里又冇超速，又依照翻條軌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咧嗰啲專家話咧，基本上咧就係佢咁樣衝出嚟咧，就無可避免，幾乎一定係撞到嘅。咁法庭判咗佢坐監嘅，咁佢上訴咧就早排咧就即係啱啱咧就決定唔上訴嘅。個理由咧，嗰位司機先生咧就話佢學歷低又冇錢，佢都話覺得自己有少少責任。咁啊，真係人間嘅悲劇嚟。當然嗰位小朋友都好不幸啦，但係嗰位電車司機佢其實嗰啲專家證人都話根本就完全冇得避，因為嗰個電車佢又冇超速，佢係依翻正條軌，嗰位伯伯又衝紅燈，幾種理由合埋一齊，根本就完全冇辦法可以避免嘅呢個意外。咁結果個司機判咗監上訴咧，因為冇錢又或者冇學歷，即係唔想再拖啦，我坐監算啦，即係都幾慘嘅其實係。咁啊係啦，咁啊因為咧呢位小朋友個外公啊，應該係即係嗰位60幾歲嘅伯伯啦，係佢衝紅燈，而嗰啲專家證人話，即係佢咁樣一衝出嚟，根本就冇得剎嘅架車，撞到佢，而最後咧判罰咗個司機要坐4個星期監，咁樣恰唔恰當咧？而佢上訴而撤銷上訴理由係因為佢冇錢，申請唔到法援。我又唔明白點解申請唔到法援啦，我唔係好識法律嗰啲嘢，所以佢選擇坐4個星期監算啦。完咗件事算啦。咁樣都幾慘嘅，其實呢件事，因為坊間而家咧好多人都討論咧，即係戥呢位司機咧唔抵啊！即係根本都完全明眼人睇到都完全唔關佢事，結果佢就要坐4個禮拜監，判咗，仲要因為上訴而申請唔到法援，自己又冇錢又冇學歷，結果就係我唔上訴啦，我坐4個禮拜監算啦，即係當係我唔好彩啦。佢後尾自己認為我都係有啲責任。咁啊，大家覺得咧，其實呢件事係點嘅咧？其實都心裏邊有個定案㗎啦，係不幸啦。小女孩又不幸啦，冇咗條命；電車司機又不幸啦，無端端要坐監。同埋喺呢段時間24年發生到而家26年咧，嗰個心理壓力都好大，因為佢有普通人嚟嘅啫嘛。首先車死咗個女仔小朋友，梗係唔開心啦。另外仲要孭埋個官非咁長時間，仲要判監。真係一件不幸嘅事嚟嘅嚇。咁啊，另一件事咧，又講一講咧，有個
咖啡嘅騙案，咁啊話呃咗成個億。咁啊其實咧點解會呃到咁多錢咧？咁咧其實咧做啲實業嘅嘢咧，即係唔係靠賭博投機咧？點可能咧會喺短時間內之內咧揾到咁多錢嘅？佢話投資嗰個 plan 又話擺喺度賺到幾多倍啊！咁你投資嗰啲人，你唔去做下 fact check 去諗下咁？咁你其實而家出咗事啦，咁你又要出嚟又話搭個棚去呃你，咁但係你自己有冇責任去自己去 fact check 下，究竟點解會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咧？即係會，如果佢可以賺到幾倍嘅錢咁短時間，點解嗰個做嗰個人佢唔去問人哋借錢，就算係幾廿厘息啊都借嚟自己做好過益你咧？嚇！嗱，你啊懶去 fact check，又貪，結果你就俾人呃啦。呃完咧，你啊梗係慘噶啦！慘完之後咧，你又喺度怨喎，又話人哋搭個雞棚出嚟，又話政府唔知點樣要規管，咁誒好奇怪嘅，會唔會自己都有啲責任咧？嚇！咁咧又睇翻喎，好似喺我嗰度咧，如果我覺得喺入咗我個會員頻道嗰啲人咧，就肯定唔會中呢啲計。第一種阿德個月俾幾千人去製作揾啲人，咁啊支持下佢啦，好少啫。咁啊第二種咧，佢應該係咧揾張紙揾支筆咧，我每次貼啲咩碼，因為唔多噶嘛，都兩季咧，逐場同你計，同你算。第一季贏可能係好彩嘅啫。第二季又贏喎，咦？睇嚟又唔係好彩喎，可能真係有啲紋路喎，同埋佢唔多喎。因為咧有啲同我講咧，佢話佢睇片咧，佢從來未俾過錢人，你咧係第一個，佢諗都唔諗就俾佢直情話。咁啊呢啲又好聰明㗎啦。第二種佢就唔會話即係好似咁樣，好似嗰啲咖啡騙案咁樣俾人呃到，一定呃唔到呢啲嘢。人哋真係揾支筆。逐場同你計對過晒，唔係阿德講話唔輸就話唔輸嘅，逐場同你計真係唔輸。好，咁咪支持下咯。第三種咧就應該係嗰啲賭錢嗰啲，即係賭馬嗰啲精英嚟，佢未必跟我或者拖2、3、4咁樣買，佢可能仲作參考多。咁啊同埋咧，佢可能係擺咗你啲嘢喺度，嗰啲紅星馬或者市集嚟買，佢未必係買，可能遲1、2場先買都唔奇。可能呢一場咧有走勢咧，但係個檔唔靚啊，或者個跑法唔啱啊，或者有對手好強，佢就擺埋一邊，下一次攞嚟用都唔奇。呢班咧就係精英級嘅馬迷嚟嘅。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冇乜必要入嚟我個頻道嚇，唔需要。唔使話一定要入，其實冇乜用嘅，入對一啲人嚟講冇乜用。因為咧有啲佢係中意賽馬咧，佢要嗰個即係佢每一個禮拜都要等嗰2日嚟，哇！一定要場去投注下，佢投注嗰個注碼唔係太大，佢嗌下輕鬆下，當娛樂性多。咁我呢度其實根本都冇乜馬賭嘅，好多都知嘅啦，成日喺度拖。咁你入嚟咧就冇乜用。3種人，一你係支持，好少嘅啫呢啲。第二種咧，你係最好做晒 fact check， 睇晒我咁多條片，嗰啲片喺度啊。咁今年有6場冇，因為喺會員嗰度先睇到啊。但係6場咧中咗5場嘅，我話俾你聽，係啊。咁啊冇呃人嘅。咁啊〜今年咧有3個月咧冇拍片咧，就嗰度有13場，嗰13場都係贏嘅。有3場咧就貼咗咧就冇買，嗰3場咧夾埋晒係贏嗰2場嘅都係。咁啊計翻條數咧，就算唔計嗰啲冇拍啊或者冇加嘅，都係正數嚟嘅。所以嗰啲人咧做晒個 fact check 咧，佢先要俾錢嘅。第二種嚟嘅呢種，第3種嘅係精英馬迷。咁你唔係呢3種咧，你千祈唔好入嚟，冇用，一啲用處都冇。好少嘅，
呢度唔係成日有馬賭，你會覺得好沉悶。而我講嗰啲嘢咧，即係咩腳法整齊好深，你唔識嘅，你會覺得好悶，你會跳嚟睇。咁講極都未講到究竟買咩，仲要800幾場馬先賭嗰50幾場咧，你會覺得哇，真係悶到抽筋，贏都係咁話嘅。唉，不如唔好搞啦，咁咧就唔好睇。總言之唔好加入會員啦，冇運行嘅，你唔係呢3種咧，你加入嚟盞嘥時間嘥氣，嘥你啲時間嗰下嘢先大鑊。因為我拍咗啲片咧，我其實係想俾人哋睇點解要買咁樣買，其實唔係就咁噏話一場一拖二三四，係點解一拖二三四？咁入我會員嗰度大部分都睇足嘅，同埋佢哋都識嘅，有啲直情係。咁你唔識，你入嚟睇完都唔知為乜，又少喎，咁你咪覺得好唔抵咯。所以咧，你去翻嗰一邊咧，嗰啲1、2、3、4、5、6、7、8、9、10、11，日11場，嗰啲外國馬都有得賭嘅，夜晚黑嗰啲波又有得賭，總言之乜都有，你去嗰啲就得㗎啦。人咧分翻類啊嘛，你都唔啱，你入嚟做咩啫？係咪先？今日同大家講咁多先，拜拜。